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还前到10月的一路以来，天9日亲为车的时节，9月15日全台湾的病例6万9扎嘅，普查案算到今年年底，怕会有3到5万3人车位到天9日，也会係台灣天9日親為車的一年咯。照流行病學調查，車位到天9日，大體有73個人唔會發病。按嚟算啊，今年最少有10萬3人車位到天9日。個對照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50年來天9日發病率增加為30倍，危害到差唔多世界1半的人口。尤其地球暖化，會有天9日的天氣因來引發的，唔係像熱帶，也算亞熱帶會有嘅藥。我哋喺南台灣，南北我哋當然見到熱天會談到一些病例，嗰種冇到太厲害。不過今年台南沙徛係全台灣病例嘅9成，8月的意思明年會到890病例，到9月的甚至有1日500-600個。加農會按呢呢，天9日農會按南方咯。來看我哋嘅報道。新增加的507案裡面呢，還是北區佔最大部分的138位的。9月初9日，台南市政府當陳聰嘅宣布，單日嘅病例數又創下新高嘅紀錄。冇想到一槍係開始天天，台南天9日以前對8月15日當日先增加802例起死，一日過後一下係增加到當日500例上下，下望到10月嘅疫情嘅高峰期，全台灣通報病例數已經超過1萬嘅，其中台南市徛喺90家。在2月份到5、6月份幾乎都是缺水。甚至台南市有限水，所以民眾一個習慣是怎麼樣？就是儲水。那家裡面的積水容積相對的多，氣象局的資料啦，就是說台南在7月份跟8月份這2天，7月份下了15天的雨，8月份下了16天的雨。這一次的第2型的一個登革熱的症狀跟以往不太一樣。以往它是由發燒開始，那這次是由腸胃的症狀。那腸胃症狀開始的時候，很多醫師會以為是剛好是夏天來的腸胃炎，所以不覺得是登革熱。台南市去年全年每張156個病例，做嘛今年疫情冇咁厲害咯。外界有人罵講係台南市冇做好防疫，咩有人講係中央冇同地方聽數，不過也擺對中央到地方講法強硬，因為主要原因就係7、8年嚟一落踢球嘅。台南又唔像高雄有防疫經驗，就冇人驚死。就像以高雄市為例的話，它去年是接近15000例嘛，那等於是說15000例的時候，大家都全民動員。那全民動員，那個民眾的意識已經有拉起來的。大概這幾年裡面，台南的數據是少的。那今年台南市的一個疫情會這麼嚴重哈，大概有幾個原因，一個是我們回想到1942年。當時日本時代美軍來轟炸，那很多人都存水，那結果登革熱呢就這樣傳染。當時我們根據這個史料的記載哈，600多萬人口500多萬是得到登革熱，有5/6。尤其是光復之前啊，60%-70%以上人全部又得到登革熱，所以哈，當到老人家，佢本身死於登革熱病毒。登革熱的病毒哈，佢主要哈係存在這個白線斑紋、埃及斑紋，還有人類、靈長類身上哈都可能存有。門內引起嘅病當多，比如講日本腦炎、發冷嘅都係。台灣天9日疫情嘅歷史，尤其係南部，陸陸續續從來唔是停過。到1990年代是一擺大流行，埃及版本也分布喺度嘉義布袋以南嘅地區。今年台南嘅疫情，市總統原來扣台南市6個行政區同隔壁嘅雲康區，就徛喺全市95%。做流行病學疫情調查，原來清早發病例嘅，單都去過台南市北區嘅跳蚤市場，再過按樣車位出去。那這一次，台南是比較倒霉的哈，就是說，因為剛好是從這個跳蚤市場開始，那跳蚤市場通常是週末營業的時候，6日2天的，人很多，啊，當然包括很多的外勞外配等等的，因為這次發現的登革熱是印尼型的，所以可能是有人到印尼去，甚至我們在跳蚤市場裡面看到很多的結節，所以我們就下令就是把跳蚤市場封掉了。
要跳蚤市场也几件风台，唔知哪样市场会开。爱去办门，伊敏感，而钓人家下，所有人听同记住比较，再去钓哪位生意，一切都其失败的，再请强烈训练上乱。曾经身段跳蚤市场的偏门门，钓到一条人下过后，天天只有几啊成人带年。过后一条人一身体注册下他家，有人赚到动气，有人去到运康。9月5号开始，我们启动了全市的一个防疫清洁日。我们希望每一个礼拜都有一天家里面的滋生源把它清除掉。我们有一个行动的一个呼吁，就是日日灭蚊子，那周周清洁节。今甲你办公处报告，各位里民大家好。本日天狗来病例足多，你办公处特别准备了消灭蚊仔消毒药水，要提供给各位里民使用。跳蚤市场喺头整国里，也大部分系全台南市偏离数青岛的蔬菜。菜地里种一方面肯定，市政府就表出疫情过后100万，不过没怪怨市政府的方法唔错。陈金生观察认为，也系一群临时者呢，对全国各地调来的儿童器材冇协调好，防疫没有唔拉蔬菜。一直延烧，一直延烧，到眼前拢无找无步行出来。头一届就是用漂白水互阮啦。你漂白水一年较一罐尔呢，这才千几 CC 尔呢，一年哦，一年一罐，要是要哪用？卫生署啦，卫生纸这方面那个环保这个卫生署这边哦，爱是看有啥物好的良策啦。伊眼前嘛，个无啥物好的良策啊，到眼前嘛无啊。我刚看了现场，他们就有的是台北县，就是新北市来支援的器材，有的是台北市支援的器材，有的是高雄来支援的器材。台南市自己没有办法这样调。那高雄市现在因为他们自己也自身难保，所以器材也只能够分一点给你啊。那喷药公司，台南市没有那么多有执照的这个喷药公司。我们当然还是有民众都是一直蛮顶赖的哈，可是我觉得哈，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立场啊。台南市政府权健教育，伊咧先头人员配合伊咧化学兵，使用人力唔拉，鼓励国军化学兵落来听书，肯定疫情抗生，当日同无强用行政期写约嘅。头下马将发生疫情之下，有部分的台南市民唔肯配合本人落去屋下写约嘅。如果向市头摆防治经验来看，因为台南将发生疫情之下，群体感染主要原因其中一类。只要我们家里面有一只带有病毒的蚊子是埃及斑蚊的话，那可能它一次就叮咬全家3到5个人。所以南部地区经常有家庭群聚感染。一只埃及斑蚊只会传染16杀啊，因为它一辈子，也就是说埃及斑蚊呢，它的寿命20-30天，就是它的一辈子。它一辈子啊，它会生4次卵，就是它会生育4次。那每生育1次，它就是要叮4个人的血。那当然不是人它才叮啦，猴子、猪、鸭、牛、羊啊，只要是动物温血的，它都叮。好，那我们看到蚊子哈，表面上是很活跃，事实上它是在挣扎，然后在挣扎一会之后哈，它就纷纷掉下去了。现在用环境用药做试验，伊容易规前则嘅埃及斑蚊和喷药嘅2分钟过后做清尸体。外界有张误会，认为头风脑白将会被偏门蚊叼到，其实热带家蚊将会头风脑白，90%较假埃及斑蚊好头活度较暗嘅蔬菜，尤其喺度早晨9點到11點，下晝4點到6點，發通力特別強。韓國槍馬嘅蚊呢，將會著血。值得觀察嘅係，對一擺台南疫情擴散情形來看，埃及斑蚊嘅習慣已經改變，適應環境能力還較強嘅。埃及斑蚊都是在室內的容器裡面，那要清乾淨以後，發現說，沒有容器了，還是有蚊子啊。後來發現說蚊子就上面那個帆布哈，下雨的時候剛好又碰到下雨，下雨的時候積水，那變成一個容器，或者那個裡面有貨櫃屋，貨櫃屋上面的也會積水，後上面都是水。蚊子沒地方產卵，它就退而求其次，就產在那個地方去了。通常埃及斑蚊不會在那樣見陽光之下再產卵的。很多的一個慢性病的一個長輩呢，他本身的皮膚敏感度沒有那麼強，眼睛視力沒有那麼好，可能沒有辦法看到蚊子，可能被蚊子叮到呢，自己都沒有感覺。他們在活動力比較弱，都是在家裡面。這個也驗證了哈，埃及斑蚊哈，它喜歡躲在家裡面。
而且躲在阴暗的地方。田狗热病毒总共有4型，做得简单分做典型田狗热同出血性田狗热。係講測到其中一型，同體內產生的抗體並冇辦法防護那個3型。也研究證實，測到三無發病的徛在7上，搶3上為發病。對高雄去年15000例來排，高雄市青少年5萬人測到。台南市沒有準備好長期對抗疫情，學者建議要學高雄市清掃同衛生環境的體內要有詳細的技巧。以流行病學來講，登革熱感染大概有70%，它是不顯性的，所以說墊上來這個基本的一個感染人數是相對高的。更何況高雄在登革熱流行已經有4型，將近10幾年了，隨時有面對交叉感染的一個生命危機。台南市現在是院轄市。院轄市有院轄市的格局啊，他自己有一個實驗室。那為什麼？因為台南市現在長期，將來每年都會有登革熱，所以台南市如果有一個專責單位啊，那他沒有病的時候，他就做監測、抗藥性的實驗。我們這麼多蛹裡面只有1隻是白線的，其他都是白。其他都埃及，對。先本重包黑馬街再過來項目呢。也特別係高雄市衛生局7片管制處常設的實驗室，搶學較惡的癌區版本，韓國本體系來學，也全台灣清完整癌區版本資料庫沒提呀。我們每一區的蚊子呢都有分開飼養，好，因為我們每年每一區的個案數都不同，那我們去噴藥消毒的次數呢也會不同，所以每一區蚊子的耐藥性的程度也不同，所以我們從每一區抓回來的蚊子呢，我們都要分開飼養。我們就是在檢查的時候都要看得很清楚。看到每一年呢，先檢查積水冇。面對田狗熱疫情，高雄市民有經驗嘅，看到有積水容器停得住前排。高雄市去年15000的病例數，有一部分係因為大型建安工體引起嘅。今年台南市同樣沒有這樣問題。我們的志工出去，我都一直在跟志工講，你不只是要動手，一定要動口哈，就是跟里民講，尤其是看到結節的時候，一定要找他們出來看，哦，那這個部分他們才會知道說，哦，確實是這個部分是很嚴重的。到時候有疫情發生的話，哇，大家再來噴藥，再來埋怨，我覺得這個是很不好的哈。9月、10月都還是高峰期啦，到11月、12月才會下降。那如果今年是暖冬的話，那就更不樂觀了。就是要記錄它的學者派撒下來10年、12年來疫情的高峰期，報數來算，今年南台灣強跑了超過3萬發病的病例數，係講天時冇暗寒，5萬病例數沒有可能。今年聽說係台灣田狗熱疫情歷史上最厲害流行期其中一例。有人希望也台南市無人無錢又無器材，中央應該先接管。是唔過對中央到市政府都認為，同樣嘅事做馬本按到單位來做，韓國理念沙期比較工作，本來係地方政府去指揮，唔係中央幹呢。我們在今年初的時候，疫情在做整個一個防疫會的時候，中央已經進來了。那現在我們合作也無間啦，溝通無礙的之下，我們有一些東西裡面的架構、功能架構都有了。這如果再成立另外一個東西，其實基本上還是做防治的工作。我是覺得在這一方面，我個人認為其實是沒有必要去成立這樣子所謂的什麼中央接管這個問題。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約50年來，田狗熱發病率增加30倍。按算當年到860國家，有5000萬到1億安多的病例，強有世界一般人口比影響到，尤其係地球暖化效應。田狗熱疫情的體力範圍漸漸的擴大，就唔單止係熱帶，冇做亞熱帶國家天氣。暖化的結果，蚊子每升高1度呢，它就會活動力繁殖力增加10倍。這個是很多的專家學者講說，北部也有可能在若干年之後也變成是登革熱的一個傳染地區，因為如果埃及斑蚊北上的話，我相信大家都會嚴峻以待了。像台灣、日本、老人也是沒有藥醫，但是有疫苗嘛。那登革熱是比較運氣比較差，因為它有4型的病毒，要做疫苗很難啊，所以疫苗大概就機會很低。不要養蚊子是最重要的啊。那這個就是要從社區來做了，全世界其實都是社區共同參與是最有效的。
面对近来经验从警测警法，又无疫苗田教业，实体上要伫为台湾早晚都要向下面对田教业来防疫，政府唔要万呢，要无权利凊彩落去任务下一道，无所爱防，都系要对大家大屋都要并枪嚟做起事，起家为命，做起家顾。